先来继续来看南投德山镇公所要伫指南宫来举办地道节，特别邀请到全国出名的部落客甲旅游的业者，提前到照镜山来满茶暖茶，来体验各种的小旅行。 国际地道节即摆特别邀请网络作家来地园内底体验满茶，让大家拢感觉真心熟。大部分人都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采茶的活动，还有揉茶。对，我觉得我非常新鲜，然后想说找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。为期9天的国际地道节，有安排真侪地文化小旅行，伫指南宫各大展览馆，阁有地美相关 DIY 课程和农村体验，即马拢会当伫咧线顶报名参加。 走一趟整个竹山国际茶道节，你就可以了解到，哇，整个制茶的过程，整个农村的生活大概是怎么一个面貌。国际地道节会伫咧5月27正式上场，真侪好耍佮趣味的内容，值得民众亲身来体验。德山镇长嘛欢迎大家小招朋友时到来到德山镇佚佗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 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